去年破济文史协会甲200趴歌顶寄去日本仙台，由当地民众采画了后，搁寄回来参加今年的破济灯会。其中有部分也搁摕去参加台南市议长杯创意彩绘花灯比赛，得到真好的成绩。这次画的作品的主题是台湾跟日本的友谊，一颗画樱花，然后另外一颗画梅花。台南市で有名な花が胡蝶蘭ということを知ったので、すごく綺麗な花なので。まずですね、初めて台南に来まして、初めてランタン祭り見まして。非常にこの迫力があって綺麗なの感動しました。在灯会结束之前，来自仙台的22位日本朋友专工组团来到普济店欣赏灯会。这天庙埕也阁有8档南管正声声的演奏，优美的音乐声加上美丽的灯海，展现府城传统文化的水。伫奖者嘛由市议会秘书长颁奖表扬，民间这样交流，然后也透过在这次的活动他们来看了以后大家都回馈都非常好，然后也借由这样子，然后促进我们城市的行销。那我们台南市议会跟日本有缔结地盟的一个市议会5、6个，那也欢迎仙台的朋友。来台南。台南和仙台是姊妹仔市，这回头摆参加普济灯会，相当有意义。文史协会预计将伫日本7、4节时阵，甲200趴歌灯寄转去日本，同时他给送400趴国际电视，持续深化台湾和日本的文化交流。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。